只要佢係寫廣東嘅生活，我哋都要支持，因為呢部小說就係我哋廣東人喺而家北佬嘅高壓環境之下能夠做嘅最大努力。文字上面嘅理解障礙，飛仔哥已經幫大家清除得七七八八啦，值得我哋每個廣東人用一人一蚊雞去支持，去喚起我哋嘅正義感同家鄉認同感，對自己人嘅認同感。除非要開飯，冇辦法，我哋都要叫啲子孫唔好再跪拜北佬嘅小鮮肉同偶像啦。我哋一定要教育下一代，知榮辱除咗揾兩餐之外，人生仲係要有堅持、有追求、有意義嘅。而呢啲意義就存在於對我哋祖宗最大嘅傳統文化粵語白話嘅堅持。每日跟住飛仔哥學一段、學兩句粵語，活學活用，去實現我哋嘅人生意義，去等我哋自己、我哋嘅子孫去堅持粵語嘅平等獨立精神。下面係一段最新播放嘅集數嘅普通話文本，我哋就慢慢嚟，一段一段嚟翻譯、對比講解，學粵語。